也若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欧洲的访问行程，这个行程已经结束。咱国安局是表示讲，习近平这抓伊去欧洲的目的，就是要破坏欧盟和欧美的团结，恐惊嘛影响到欧洲国家和咱台湾的关系。也若咱外交部是强调讲，目前欧洲各国拢正支持台湾，咱会继续深化交流。抛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时阵，满中华民国国旗伫假路抗议相片，伊是匈牙利在野党的国会议员马顿，来表达对政府一直亲中的忧虑，显示挺台才是国家会选项。抗议人潮当中，也有人报上咱的国旗歌加称小型维尼服装，甲提5星旗的群众对立。Megkérdeztük a rendőrurakat, és azt mondták, hogy akik bent vannak, azok 咱的国安局事件，习近平即摆访问法国塞尔维亚甲匈牙利三国，想要巩固伫欧洲亲中的力量，也希望分化欧盟团结甲美欧关系，研判中国未来会加大干扰欧洲各国友台活动。习近平则盼修补与欧关系，游说法国等欧洲国家应坚持战略自主，能重视在陆经贸利益以及美国大选增加美欧关系变数。外交部认为，习近平未来继续访问欧洲，或者是向欧洲元首访问中国，互两位关心台湾甲欧洲各国关系是不是可能生变？法国也一再重申，对台湾海峡的安全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。经贸的议题的安全的问题，他们做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区隔。我们会持续的全世界的理念相近的国家，以台湾的优势跟他们加强关系。这几年，甲咱台湾加强交流的立陶宛，多是总统大选期间争取连任的总统老塞达所提出，将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改做台北，来稳定因甲中国的关系。他的语调已经更改了，他要持续跟台湾维持文化与经济的深化。外交部指出，这应该是老塞达的选举策略，而且伫投票了后受访搁解释，强调立陶宛甲台湾已经建立友好关系，未来继续甲台湾有更较侪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